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你。你是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前来敬拜永远的君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宣告主荣耀降临，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我的主，荣耀尊贵，美丽无比，神的儿子，耶稣。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我的救主，我的救赎，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归于你。你是配的，你是配的，你是配的，我的敬拜。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在你手中。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唱这首歌。我们知道主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确认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确认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确认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们一起再唱一遍。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确认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上帝啊，求你的保守，保守我们在困苦困境中依然坚定向你。我们知道一切的安定，一切的福分都来自于你。
求主扶持我们的软弱，坚定我们的心志，使我们都能大大领受你的福音，也在你的看顾下得以丰盛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的爱临到我们身上，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逐渐都与你亲近。我们即将要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也求主保守我们以下聚会的时间。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奉献，我们请当值的同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的来到你面前，真心诚意的来敬拜你。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统管世上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属于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用圣灵保守每一个人的心，管理我们的言语行为，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也让我们爱神爱人的心不断增长。主啊，谢谢你时常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按着你的美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最后，我们也要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报告，我们可以翻开周报内页。我们持续为着需要代祷，不论是肢体或者是病痛在治疗的，以及就是我们为着牧师一家人就是确诊居家隔离祷告。那教会消息，我们感谢本主日荣兴教会的许夏斌牧师带来的信息，然后愿主保守许牧师以及他的家人在主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以及在他右手有永远的福乐。第二点，社区关怀据点银发族在9月5号陆续开课，那我们为了这件事情代祷。对，那第三点，9月9号礼拜五下午4点举办中秋节烤肉。那这一次因为疫情影响，我们只邀请就是会友参加。对，那为了预备食材，我们报名截止到本主日。对，那之后如果因为疫情发展，我们会有滚动式的调整。那如果有取消的话，再通知。对，那团契消息就是本主日青少契夏令营举行在木栅动物园，那我们为此祷告。对，那教界消息、奉献明细我们自己看，有错的到干事那边更正。
那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看圣经。今天的圣经记载在诗篇第16篇1到11节。那我们来念，大家来看。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在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增加。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们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讲到今天许夏斌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面对困境继续向前。我们请许夏斌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好久不见，大家都好吗？唯一不好的可能是子瑜啦哈。对，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在发烧，还是在喉咙痛。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已经确诊过的？挥一下手，好吧？哇，天选之人！其实我也确诊过了，那其实好像没有那么不舒服啦，对不对？就是真的已经好像有一点是流感化了，对。那不过我想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多关心子瑜，大家 Foodpanda 可以叫一叫，赶快送过来，让他可以赶快康复这样。子瑜有在现场吗？线上了，在线上哈。子瑜，好好休息哦。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诗篇的16篇。我想我们透过这个经文一起来学习一下。那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哈，所以我想我很快的就先跳到我题目的 PPT。那我今天的题目呢，叫做面对困境，我们要继续来前进。其实这个诗篇大家还蛮熟，对不对？应该从小到大都看过，就算没有从小到大没有看过，刚刚唱歌也不小心唱到了。第一首诗歌的时候，就是用这一个诗篇来做歌词哈。那如果你去翻圣经诗篇16篇，它一开头的时候，它会有个括弧，有一个括号，那个括号叫做什么？叫做大卫的经诗，为信心稳固而祈祷。其实这个括号就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们说，诗篇16篇的作者是谁，就是大卫。而大卫称这个诗篇对他来说叫做经诗。为什么叫做经诗？我们可以来想一下，为什么叫做经诗？其实经诗仿佛是一个比喻，对大卫来说，这个诗篇对他来说好像是像金子一样，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可以很联想，金子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价值。像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要结婚、要求婚不会用金子啦，现在都是用钻戒哈。所以如果大卫弄到现在，我们就会说这是钻戒诗哈，不好笑。你们好难取悦啊！对，就是经诗，其实意思就是它是很宝贵的。这个诗篇对大卫来说，好像金子一样，是特别宝贵的诗篇。那其实我去研究了一下，我们知道诗篇总共大概有150篇，而大卫他所写下的诗篇，在诗篇150篇里面，大约是占了，如果我记得没错，应该是73篇、74篇，其实是大卫写蛮多的哦。然而这个73篇、74篇的里面，大概有5首，对大卫来说是叫做经诗。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经诗这个73、74篇里面的这5篇经诗，对大卫来说是很宝贵的，是很重要的，可能是他人生一个很
很极有价值、极有意义的一个诗篇。然而我们也知道，金子如果要被提炼出来，一定要经过什么火来熬炼它。因此，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对大卫来说，不止这个诗篇是很宝贵的，而且对他来说是很有记忆的。可能对他生命来说是一个可能是痛过，可能是哭过，可能是难受过，以至于这一个诗篇对大卫来说是有很深很深的意义跟很深很深的价值。今天的题目叫做面对困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困境，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境。然而我不知道大家面对困境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它？面对困境，我们是继续前进呢，还是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困境，我们会停滞不前？就像我女儿现在国3了，她好像一开学要模拟考，可是现在好像说模拟考以前要先有一个模考，其实我已经搞不懂是什么了，就是我想大家可能也搞不太清楚。那我常常鼓励我女儿，你要好好读书啊，要认真读书啊，她就我好懒呢，我好懒。就是对我女儿来说，考试就是她的困境。可是我们是怎么去面对它呢？就是好像停滞不前，不想面对，我们想要放弃。其实我们都明白，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上帝应许一件事情，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因此，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面对患难的时候，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前进，来经历他的应许。我们要继续前进，在这个继续前进的旅途的里面，我们来经历一件事情，是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哦。这个经文其实就是大卫他在面对患难的时候，大卫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是如何经历上帝与他同在，并且大卫他在患难的里面，他也学习了生命一些宝贵的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如何来面对患难。因此，我想要提出3点，让大家一起来学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做笔记，又或者是你可以写在你的手机的里面，我想都无所谓哈，都可以的。那第一个呢，我们看见大卫他在患难的里面，他做了一个生命的功课，叫做他在患难的当中，他确定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他跟随的对象到底是谁。我们看到经文的第1节、第2节，这里就提到大卫说：“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姐妹，在患难来临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你投靠的是谁啊？你仰望的是谁啊？你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你可能在寻找上帝，但是会不会因为你觉得你找不到神，又或者你会觉得上帝的心意好像跟你不一样，让你不舒服，然后你就决定去投靠别人，或者是去投靠别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上帝是你唯一的盼望吗？还是说，其实你还有别的想要依靠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哦，摩西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上了西乃山，去跟神面对面，去与神来对话的时候，山下还有一群以色列百姓在那个地方。而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等待摩西下山，可是摩西迟迟没有下山，他们就很紧张、很害怕、心慌慌，因为他们觉得摩西会不会死在山上？摩西不在，他们就没有领袖了；摩西不在，他们就好像没有父母、没有 leader 了，所以他们就很焦虑，他们就募集资金，募集了什么耳环啦、戒指啦。然后就打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他们就说金牛犊是他们的神，他们因为这个行为得罪了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山下其实是面对一个患难，因为他们没有领袖，他们没有方向感了，他们需要帮助。可是他们做的方式是什么？打造一个金牛犊，他们找了一个别神，
我们甚至要说他找了一个假神，是一个偶像。其实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大可以像他们还在埃及为奴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埃及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是向上帝发出呼求。其实他们大可以来呼求神、祷告神，可是他们却做了一个选择，是他们打造一个金牛犊，因此他们这样子来得罪了上帝。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见一句话这么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听听看。他说，其实痛苦对我们来说，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分岔路。他说，这个痛苦来的时候，对我们人生是一个分岔路，它可以使我们更加专注在上帝的上面，让我们自己到神的面前来得到帮助。但是痛苦也有可能让我们只在乎自己，然后走向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道路。弟兄姐妹，患难来的时候，是帮助我们确定一下我们到底跟随的是谁。我们看见大卫就讲，大卫他是说：“上帝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们看见大卫，他遇到患难的时候，他很清楚，他所要依靠的对象是谁，就是上帝。因此，他向上帝来呼求，他说：“上帝啊，求你保佑我。”这个保佑是求你保守，求你看顾，求你细察的意思。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第一句经文，我们就明白，大卫这个诗人，他在写下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可能正身处一个危险的环境，他很有可能正身处在一些危机的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看见大卫这个诗人，他表明了他的一个信心，是他相信上帝必定要施行拯救来保护他。因此这边他说到：“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其实这个保佑，其实它是以一个过去，然后现在又继续进行的形式被写下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大卫说：过去你怎么保护我，现在你也要继续保护我，正如你过去到现在一直以来的保护，求你来保护我。他说到：你是我的主。这个你是我的主，正表明他所要依靠的就是这位上帝。他说：我的生命是属乎你的，任你来使用，也任你来引导，求你继续帮助我。我们看到最后一句，他说：我的好处怎么样？不在你以外。弟兄姐妹，其实这一句话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它并不是一句呼口号，它也不是一句壮大士气的话语，更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喊一喊而已，不用负责任的一种血气的话语。其实这句话正是建立在大卫他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观察、对于人生的思考、对于人生的理解，所以他说出这一句话。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此大卫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别人所浇奠的血他不献上，他说他自己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挣扎的时候，遇到诱惑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面对呢？大卫他说，他在这个时刻，他绝对不向别的神献上，他也绝对不提别的神，他也不依靠别的神，他也不依靠自己，他也不依靠自己的势力和才能，他乃是要专心一意的来投靠耶和华，并且他要坚定的持守不移的来信靠上帝。弟兄姐妹，患难其实我们一直在面对，至于现在正在面对，其实我们都会面对。我们可能昨天有昨天的患难，前天有前天的患难，今天有今天的患难，还有一堆患难正等着我们。但是在患难的当中，我认为我们是可以重新反省的时候，在患难的里面，是我们可以好像检视自己的时刻，到底我跟随的对象是谁啊？到底我所依靠的是上帝吗？我相信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吗？我们相信在他有最好的安排吗？我们愿意
等候上帝的时间吗？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不再只是在患难的里面，好像愁苦烦忧，乃是在患难的里面，我们可以信靠神，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最好最好的带领。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在患难里面，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学习？在患难的里面，其实正好是可以操练我们属灵的信心的时刻。我们看到第5节、第6节，诗人大卫这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我的产业怎么样？实在美好。”弟兄姐妹，其实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个经文啊，这个字句，这些话语，你会不会跟我感觉一样，觉得太美好了？这个字句其实正表达一个是很幸福、是很美满的景况。但是我要说，大卫他这么说，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因为啊，这个时刻，大卫写下这个诗篇的时刻，他写下这一个字句的时候，其实大卫他此时的处境是，他正在逃亡哎。其实他这个时刻，他是正在被扫罗王追杀着，而且他躲在那个哈列的树林里面，写下这一个诗篇。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逃犯，哪来的产业？你要走路，你哪有可能炸物件安尼走？不可能啊！对于一个逃犯来说，他哪来的地界？对于一个逃犯来说，他更不可能是有什么佳美之处。他根本就是，我要说大卫，他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话。他的人生在逃亡，他的人生是没有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下，在环境都跟我们说不可能的时候，在我们旁边的人都跟我们说你没机会了啦，在你过去的经验都跟你说你办不到，你会怎么回应呢？你会放弃吗？还是自怨自哀？还是责怪别人都是他害的？还是说你会生气，你会怨天尤人？弟兄姐妹，在患难的里面，其实正是我们可以操练属灵信心的时刻。在患难的里面，就是一个操练的机会，是一个机会来临了。就好像我们时常会唱一些诗歌，都这样唱着：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十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信是什么？信是还没有发生，我就先仰望，我就先倚靠。信是完全交托，因为知道在上帝里面有机会，有可能。我们好像也常会唱一些诗歌，是这么唱：星星看见流奶鱼米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们只知道有一个迦南美地，可是不知道在哪里。他们是凭着信心就走了出去，他们是凭着信心就相信上帝说的一定会应许。他们是凭着信心，他们也经历白天有云柱帮他们遮太阳，可以走得比较舒服；晚上行走的时候有火柱，因为旷野是寒冷的地方，神赐下火柱，让他们温暖他们。我们看见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是因着信，他蒙了呼召，他就遵着上帝的命走了出去，要去那一个得地为业的地方去。但是他出去的时候很有意思，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他要去哪里。那是什么？那就是信心。他跨出去的时候，就是他的信心正在被操练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其实是因着信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不怕好像法老王会发怒，他用那个忍耐，用那个恒心忍耐，好像看见那一位看不见的主在带领着他。我们看见他们因着信，他们遵守逾越节，他们因着信，他们
好像也走过那个红海，好像原本是湿的地，却成为干的地。他们因着信，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着信，他们围绕耶利哥城7天，城就倒塌了。那个如果没有信心，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因此，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让我们的信心从看得见才相信，转成可以倚靠上帝而大有信心。弟兄姐妹，那个信心哦，不是用说就可以经历的。这种信心，一定是用生命去经历，用生命去操练。特别是当我们处在患难的时刻，就是一个可以经历属灵信心被操练的时刻。因此，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患难的里面，我们要渴慕有圣灵的充满，我们更要渴望有从神而来属天的信心。我们在患难的里面，我们学习相信上帝必赐我美好的产业。我们要在患难的里面相信他会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弟兄姐妹，有属天信心的人知道，我们并不需要花时间、花精神，好像在这个地上的产业上面，我们可以专心侍奉耶和华，并且仰望上帝所量给我们的份，接受他的供应。弟兄姐妹，这就是属天的信心，是相信上帝他必有预备，即便现在还没有成就，还没有实现。弟兄姐妹，圣经希伯来书就跟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可能你正处在患难的里面，可能你正处在还在一个想象的里面，我要鼓励你抓住这个时刻，好好的来操练你属灵的信心。我们看见先知哈巴谷，他在哈巴谷书3章17节到19节，他就这么说，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他说，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也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来欢心。他说，我要因救我的神来喜乐。他说，因为主耶和华就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看见先知就把他的心仰望在耶和华上帝的身上，以至于他的信心就被操练起来，就被建立起来。弟兄姐妹，在患难的里面，是我们可以操练属天信心的时刻。到底我们的信心都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所拥有的一切上面吗？还是我的信心是建立在无忧无虑、无灾害、无病痛的上面？还是我的信心都是建立在一帆风顺的上面？还是建立在我们的人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背景上面？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在患难里面，在无能为力的里面，让神来引导、来指教我们的信心，让神来纠正、来训诫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属灵的信心来，属天的信心来。第三个，我们看见大卫他在患难的里面，他还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患难的里面，他去找着了一个真实的喜乐。我们看到经文的第8节、第9节这么说，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摇动。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也快乐，我的肉身也是安然居住。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患难来的时候，时常让我们感到沮丧。患难来的时候，也时常让我们好像失去了志气，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捶胸顿足。患难来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喜乐？哪来的喜乐可言？但是我们也都很清楚明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
十之八九。可10项事情里面，可能有8项、9样都是不如意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一生都不会遇到患难，不会遇到不如意的事。但是既然如此，我们不能够改变外在的环境，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总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内在的心境吧。外面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可是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可以来选择的。我曾经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教会曾经请一个台大的基督徒教授，叫做翁景明，他已经过世了来我们的教会来讲道来分享。这个翁景明教授他很有意思他来讲道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出生在嘉义的乡下，是一个非常贫穷、什么都没有的环境长大的孩子。他说他们家是种田的，所以他从小就要带着他的弟弟妹妹4、5个人一起去帮忙家里做农务的工作。所以他觉得他小的时候很穷，也吃不饱，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常常过在一个很阴暗的环境的里面。不是说环境很阴暗是他的内心也相当的阴暗。但是很有意思是，他并没有被贫穷，他也没有被这个阴暗的心或者是阴暗的环境给打倒。他说他反而因着他很贫穷，因着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的意志是更加的坚定。所以他很努力、很认真的，他想要奋发向上。他觉得他一定要出人头地，因此他很认真的读书。他考上了台南一中，他也考上了交通大学，还考上了台大的商研所。最后他甚至拿奖学金到美国的密西根大学去攻读了一个行销学的博士。后来他回到台湾，在台大做教授。他跟我们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小时候因为常常营养不良然后那个乡下的路又很不平，所以他常常跌倒。他就问我们说：弟兄姐妹，你跌倒了该怎么办？跌倒了怎么办？大家通常的解释就是我们跌倒了就站起来就好了总是要赶快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可是这个教授他很有意思，他说：哎呀，卖呀公啦，跌倒你跌倒了就顺便看一下地上有没有5块钱、10块钱还是有什么好康的捡一下啦。他说跌倒了之后不要只是站起来，捡一下，看有什么好康的可以捡一下，可以带走，捡点东西，这样子也比较划算因为那个时候他讲完这个，我们台下的人都笑疯了就觉得太幽默了，太有趣了。但是我就真的看见他在患难中有真实的喜乐。他就算他至于人好了，他也是给自己有一个正向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今天的大卫这位诗人，他也是一样。他在患难的里面，他不是埋头感伤他在患难的里面，他是把耶和华上帝摆在他的面前。他在患难的里面，他是把耶和华上帝摆在他的右边，以至于他就不再动摇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把神摆在我们的前头，当我们把神摆在我们的右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他要把生命之道指示我们、引导我们，以至于也因此，本来应该是一个最难过的时刻，本来应该是一个好像最没有希望的时刻，本来应该是一个最孤独的时刻，因着我们把神摆在我们的前头，摆在我们的右边，就成了一个最欢喜的时刻，成了一个最快乐的时刻，也成为一个最安稳的时刻。每当我们在患难的里面想到神必将生命的道理指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找着了满足的喜乐，我们就拥有了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好像保罗他在罗马书5章2节他说的，我们又借着这一位上帝，因着信心得以进入现在所站在的这个恩典上，并且是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保罗继续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的里面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不至于羞耻。弟兄姐妹，
我们明白哦，在地上的快乐，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非常短暂的。地上的快乐，就内容来看，其实也常常是让我们会觉得失望、沮丧，并非那么的真实。常常觉得快乐完之后，满满的虚空。有的时候，地上的快乐，它也很像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在快乐之后，好像常常也会觉得很煎熬、很痛苦。有的时候只能让自己好像是苦中作乐。那个地上的快乐，常常也是一种假象。对人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欢乐的，可是我们离开以后，却是感到相当的忧愁跟忧苦。弟兄姐妹，满足的喜乐，今天圣经说的满足的喜乐，并不是世界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满足的喜乐，它是上帝所赏赐的恩惠，它是上帝所赏赐的平安，是上帝所赏赐的安慰跟安详，是因着有上帝的照顾，是因着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可以感到安全跟快乐，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我们可以感觉是踏实的，而且是非常活泼长新的盼望。弟兄姐妹，在患难的里面，是我们可以重新对焦的时候。到底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一帆风顺上面，还是建立在功成名就上面？还是说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物质的享受上面？还是说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万人的永处上面？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哦，把我们真实的快乐、真实的喜乐，是建立在把耶和华上帝摆在我们的前头，把耶和华上帝摆在我们的右边，让他来指示带领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可以经历在他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也有永远的福乐。今天透过大卫的诗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3点。在患难的里面，不是停滞不前；在患难的里面，不是自怨自哀；在患难的里面，是帮助我们确定我们跟随的对象是谁，我们效忠的对象是谁。第二个，在患难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是操练我们有属天的信心的时刻，让我们的信心是定根在上帝的话语，是定根在他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在患难的里面仍然有真实的喜乐，仍然可以喜乐起来，因为知道在他将他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有满足的喜乐；他在我们右边的时候，我们会有永远的福乐，好不好？最后，我想我们要一起借着刚刚的第3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然后我们也要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唱刚刚的第3首诗歌。如果可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安然居住。我们来再一次借着敬拜，借着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在患难的里面来与他来同行。一起来唱哦。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在这安静的时刻，在这安静时刻，灵你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们从头再来敬拜他，跟他说：我来到你的宝座，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
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谢谢主的爱，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在这安静的时刻，谢谢主聆听我们的声音，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跟他说，求你扬起脸，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眼睛都闭起来。我想以下的时间我们要来祷告。我想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或多或少在过去、在现在，或者是未来，我们都会来面对许多大大小小的患难和困境。但是今天的早上，我们好像借着大卫的诗篇16篇，让我们来学习一件事情，是我们并不惧怕患难，因为我们知道在患难的时刻，正是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对焦的时刻，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对焦我们所跟随的对象是谁，就是这位有权有能有力的耶和华上帝。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因此我们在患难的里面，我们的呼求是说，父神啊，我们在患难的里面，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我们寻求的对象不是别的，乃是我们渴望来寻求他。我们也宣告在患难的里面，是我们的属灵信心可以被操练的时刻。我们不看环境，我们不看这个风暴，我们乃是定睛仰望与我们同在的神。因着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大有信心，因为知道他所预备的，因为知道他的时间是最好的。我们要来祷告，在患难的里面，我们不是忧愁，不是流泪，我们乃是可以有真实的喜乐。在那个流泪之后，我们确定了他的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有真喜乐临到。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要为着自己现在所面对的患难来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患难的里面，可以感受到，也经历到，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的前头，也放在我们的右边，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满足的喜乐，可以有永远的福乐。好不好？开口为着自己来祷告，开口为着自己来祷告。主啊，我们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寻求。主啊，我们知道你没有使天色常然，但是你应许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的早上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祷告和呼求，帮助我们在患难的里面。我们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可以依靠你，面对我们的疾病，面对我们的难处。因为我们真知道主你比主啊世上或者是这些风暴还要大，因此我们向你来呼求，向你来仰望，也求主来操练我们属天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话语，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也让我们在患难的里面可以有一个真实的喜乐，主啊，有一个真实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从你而来，这个喜乐是因你而有。主帮助我们在患难的里面可以扬起脸来仰望你，我们开口来敬拜他。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
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之处，求你让喜亮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是我安然之处，宣告耶和华使我安然，耶和华使我安然之处，耶和华使我安然之处。弟兄姐妹，我们最后要来祷告，好不好？牧师要特别为着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最近所遇到的患难，让你真的是觉得好像身不由己，让你也觉得疲乏无力。但是可不可以今天的早上，我们再一次与主来对齐，与主来对焦？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帮助是从他而来，我们的帮助在他的里面，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因此，如果是你觉得你很需要人家为你祷告，你很需要从上帝而来的帮助，以至于你可以有力量来面对眼前的困境。如果这是你期待的，这是你所需要的，可不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牧师要特别为你来祷告。没有人看见，只有你与上帝；没有人看见，只有你与上帝。这是你的需要，你需要上帝的扶持，你需要上帝的帮助。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我要蒙恩惠，得他随时的帮助，好不好？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心上，牧师要为你来祷告。天父上帝，你看到你的儿女正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心上，主是这是我们对你真诚的告白。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的帮助临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工作，临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主啊，我们把手放在心上，是说主，我们没有你不行。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扶持。主，甚至我们每一天都要向你呼喊说：父啊，求你保护我，求你帮助我。主，我愿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刻充满在按手在心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再一次经历你的帮助，经历你的力量。主啊，你的话语这样跟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虚心的人就是我们看自己没有，虚心的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因此主，我们按手在心上，我们向你呼求，帮助我们在患难的里面，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不是因为我有力量，不是因为我有能力，乃是因为我知道上帝你爱我们，我知道上帝你必保护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因此主，今天的早上，我求你把那些额外的恩典，主啊，临在这些按手在心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有信心，让我们借着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有喜乐。主啊，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看见你正在为我们预备道路。主啊，你在沙漠，主啊，为我们开江河；你在旷野为我们开道路。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主啊，我们尽管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必带领我们。然而，我们也学习对你有一个敬畏，对你有一个呼求，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常在你的里头。主啊，让我们是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主啊，以至于我们有喜乐，以至于我们有确据。主带领我们更多在患难的里面，可以依靠你继续前进。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把时间掌握。那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哈利路亚》，大家一起起立，一起唱。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请安交流。